看过，这是信义乡陈友兰溪沿线的庄仔头甲部落甲樱花林的步道，这是信义乡第2号线116公里的所在。当年拢有真侪游客来遮赏樱花。这樱花吼，我已经种今年差不多17年啊。嘿嘿。差几丛？差1700多丛。因为地势甲海拔的关系，这个天气变化真紧，出日头的时会出现轻，可能后1分钟就会乌云大雾，看日时啊，佫会时常出现云海。我们第一次来万高赏樱，山樱，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片的山樱，真是太美了。它现在还没有盛开，就已经很美丽了。可以想象它盛开的时候有多美，一定要来看看。因为是台湾人，所以要把台湾的樱花都看过一遍，这样我们的2022年的新愿望。目前山樱花当日开花，无论天气好歹，拢有无同款的美感，园子欢迎游客亲身去感受。